交通一向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，尤其台南府城早开发，道路狭窄，已不符合现代交通需求。一遇到上下班或是假日，就容易塞车，停车位也明显不足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哲2018年上任以后，积极改善交通，打造全台第一座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。我们台南市在108年启用了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，作为交通运输的大脑，结合了 AI 影像辨识系统技术，以及整合了云端数据系统，让市府更能掌握拥塞的道路的即时状况，迅速调整交通号志，并且提供用路人即时的路况、停车格位等等的资讯，让市民朋友们能够大幅减少行车时间。因此，善用智慧科技来管理交通，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交通拥塞的问题。说到智慧化，台南市路边停车和收费就因为智慧管理，平均每一个汽车格位增加38.4%的使用率，而且缩短民众找车位最直接就是新建停车场。透过争取中央前瞻计划，已有9个案场补助，总共投入43.96亿，预计增加4000个车位。台南市由于是最古老的城市，开发的早，观光景点又多，街道的道路的街廓相对的少，停车需求又很高。那么在过去的3年多以来，我们全面盘点，并且活化公司有的闲置土地，代管认养，以及争取9座前瞻立体停车场等等的多元策略。在3年多以来，我们总共增加了44000多个停车位。现在我们也积极争取前瞻补助，新增7座的立体停车场哦。另外，路边智慧收费停车格，目前也已经完成建置4500席的智慧停车计费系统。我们从空间、时间的管理来着手，让停车格位充分发挥效益。台南县市合并以后，推出全国唯一整合客运业者的大台南公车品牌，重新规划公车路网，载客量从每一年749万人次，倍数成长到超过2360万人次。2022年底，也在新兴从化区推出全新的促逼公车，同时引进最先进的电动公车，用安静、舒适和安全打造低碳公共运输。另外，为了弥补公车服务的缺口，让偏乡市民坐计程车只要付公车费用，成为有温度的市政。台南市历经县市合并之后，其实幅员是很辽阔的。公车系统刚开始合并之初也非常的混乱，甚至很多客运公司都收起来倒闭了。经过前任市长以及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将公车的年运量从合并之后的749万，成长到目前最高的2360万。近年来也增加许多新的干线，来服务不同地区民众的需求。针对偏远地区，我们推出小黄公车，来补足公车服务的缺口。目前已经有20多条路线喽。针对公车来说，比较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地段或路线，我们利用小黄公车来补足，以满足市民朋友们的需求，让他用公车的价钱就能享受到计程车的服务品质，是最有温度的公共运输政策。台南是6都当中唯一还没有捷运的城市。黄伟哲坦诚，虽然距离动土还有一段路要努力，但每条捷运都从讨论进入成案审议的阶段。台南市的先进运输系统，为了因应台南科学园区沙仑绿能科学城的高速发展，我们重新规划，把捷运系统整体的路网分为优先路网以及长期路网。第一期蓝线综合规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估都已经提报中央审议了。核定之后呢，将会进行路线的设计，最快在民国115年就可以动工。其余的路线也按部就班的进行相关的规划作业，预期可以完成府城、南科、沙仑3大核心区域的交通路网，为台南市的未来发展奠定更好的交通运输环境。台南人除了期待捷运、铁路地下化也突破进度，从原本不到3成，目前已将近7成。相信未来台南的交通将脱胎换骨。